起来。文字的话都没拿啊，你这中不中？开转。你说的话太多了。还有啊，这个地方拍视频用就不要了。咖啡1万人民币。Thank you。1万韩元相当于好多50。这个是南巴给小王同学喝咖啡。他生气了。南巴是哪儿的嘛？你拍啊？都在拍啊。非常棒，100分。100分，对不起，他跳错了。